近日網上社交平台流傳多段影片，拍攝到荃灣有多名男童踩子彈仔單車喺海旁同公園一帶向途人掟物，甚至爆粗挑釁。片段中更見有人向婦人淋潑液體，行為極為惡劣，引起公眾嘅強烈不滿。消息指，本月18日同19日，分別有2名男子喺荃灣公園、海濱長廊同單車徑遭到6至7名青少年用濕紙巾襲擊背部，其後報警。警方經調查後，今早拘捕1名13歲男童，涉嫌普通襲擊罪。案件交由荃灣警區反黑組第1隊跟進。其中一段片段顯示，有人踩單車手持物件掟向途人，並嗤笑取樂。另一段片中，1名老翁遭襲擊，大叫報警，但仍被街童雜物掟中。另有片段顯示，拍片者手持馬蹄鐵單車零件，但相信實際掟出嘅係濕紙巾。更有晚上拍攝嘅片段，見拍片者不停爆粗鬧婦人，並用樽裝飲品瓶內液體淋向對方。雖然片段只有幾秒，未知前因後果，但已引起公眾憤怒。警方表示，星期一傍晚接獲報案，1名71歲清潔男工喺荃灣公園遭3至4名青少年投擲雜物，案件暫列普通襲擊。警方強調會嚴正跟進，呼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。